你会听我的声，尤其是我要对你来练我的心，用你的圣灵来听。咱三角来念信息69首，信息69首。我的心情你伫唱歌，我的心情你伫唱歌。俄勒感谢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我的上帝，伊有创造天顶地。俄勒耶和华，请咱起立来念全首。来呀，咱就与老花唱歌。咱就到伊的面前，感谢伊。因为耶和华是我的上帝。地深的所在，伫伊的手中。天海属于伊，是伊创造的。来呀，咱就各样敬拜。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今仔日，恁若听伊的声。
叫什么人要去做工？田拢到时又也熟悉，什么人要去收工？救主真久就免叫伊，伊保守实在平安。一嘴欢喜，若是因果，我伫遮找我，请去恁来恁专属。咱要同心来祈祷，转念上帝，老外救主，伊是平安的源头，伊是救赎的望。愿意阮的罪，伊是真实公义，伊就赦免阮的罪过，洗清阮当中的污泥。恳求你用你的应邀眷顾阮，互阮伫你的面前，让以专一的心来虔诚敬拜。你来吩咐阮国，也去好意的传福音予万百姓。伫早前有侪听你听阮受信心感动，才开的宣教师到世界的各地去做见证，互你较通传到阮。阮为着安尼献上感谢你的面前。今仔日是妇女主日，恳求你坚持阮妇女悔来，引起阮的心智，互阮妇女更加意爱来服侍你、服侍人，稳稳来做圣工，有勇气来传福音。恳求你帮助阮，会当了解你的旨意，愿意顺服，愿意学习，来改变阮家己的心。教会做事工，恳求你施恩祝福，
凡事伫头前来引带阮、帮助阮，互阮有智慧来做荣耀你、帮助别人的代志。一生上帝，由你的信心不断的感动阮，是家的保护来洗清去阮的心，互阮真正会当专心来听你，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回应讲主啊，我伫遮，请你找我。也当互阮今仔日所听的真理，会当栽进伫阮的心内，通得好的过程，来荣光你的名，来得益众人。今日伫你面前，安尼恳求，安尼献上感谢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。这时，咱要来请妇女团体会长来共读圣经。咱来看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13章12节到17节。约翰福音13章12节到17节。12节，已经洗伊的骹穿衫，搁坐就甲伊讲：我恁恁所行的，恁知嘛？恁称呼我先生啊，主啊，恁的话着，我实在是14节。我做主做先生，上请甲恁洗骹，恁也着相共洗骹。15节，因为我已经用模样互恁照我所有对恁行会来行。16节。我实实甲恁讲，萝卜无较大，伊的主人；红车的无较大，车伊的。17节，恁既然知这个事，若去行，就有福气。以上。是咱要先请红传道来讲道，讲道的题目是服侍。